最後呢一個攞嚟兜呢個嘢嗰度。除非存在連美國總統都要被蒙蔽嘅巨大陰謀。如果大家記得呢一個ID4 嘅時候咧 ，Independence Day 嗰套電影啊，最 original 嗰套，美國總統係唔知道原來係有 Area 51㗎。美國總統都係要外星人打到嚟，佢哋走咗去 Area 51匿咗落去，個美國總統先知道話。乜有啲咁嘅嘢，你哋唔使話我聽嘅咩？佢嗰個國防部長都係講呢個係 on a need to know basis 嘅。係啦，咁所以如果各位你睇咗呢一個新聞之後，知啊定係唔知咧？定係佢知道有新人員咧？咁但係好多嗱，如果你去過 Area 51，即係有好多團係帶你去 Area 51嘅。咁你去過 Area 51，你會見到出邊咧，其實因為51區已經變成一個旅遊區，已經係搭晒出邊咧有晒。